启用星星，我啦，喂，飲酒啊喂，朋友，已启用星星功能，收到零颗星星又来了，哈哈哈哈哎，你有名字啊？看名字啊，莊少卿，係，哇！呢架嘢好嘢哦，我研究咗好耐咯。琴晚阿別都有研究，誒 OK 啊，又幾靚下喎。但係如果長期做落去係啊，真係買個 JBL 㗎。啊，它有effect冇？小星有effect冇？有冇？最緊要唔知搭錯線，唔知搭錯線冇咧。今天可以送星星的，真的。秀庆有没有effect？ Ken Ken 你好，元宵节快乐。因为这个新的烧看啊，我不知道这个线的插的对吗？有 effect 啊？哎呀 ，Hello， 要翻钱要翻火的。啊，听说庄雪总买2000多块，偶像谁来的？偶像来了 ，Ken， 啊 Ken， 阿少哥彩 ，How are you, my friend? I'm very good 啦。張開中，哇，你的名字張開中，哇，張開又中啊！哇塞，美凤我游泳过来，啊，钟小云早上好啊，钟小云，今天暗夜元宵节你嘛？这个 long time no see， 啊，也美凤来，美凤，好了，今天有红包送，其实我讲爽不了啦，啊，小云晚上好，我今天2点多就喝酒，喝到。啊 ，Jerry， 来，今晚上因为最元宵节嘛，会今天卡不会？没事情，保你没事啦。专家来check过了，哦哎呀，有没有效果？你看，哇，真的一流啊！好，啊，这个蓝色一直出来啊。冇邊啦先我，好，談花廖堅強元宵節快樂，嚟大家快樂。Tim Ken Yep 啊呢，要講唐金富，誒，大家元宵節，誒，今天是情人節的嘛？啊，冰冰葉情人節啊。我是 KKK 哦 ，KKK 是什么呢？是郭建强、Jennifer、Kenny Ho、T what first 啊？哇，丽珠，我一直以为我是我妹妹丽珠，其实不是。啊，2点多喝酒，为什么会醉啊？千杯不醉了吗？我。而且那老板呢，西北好了，就讲，这个老板是谁啊？介绍一下，他就加演那个翡翠啊，比他照翡翠啊，罗秋雄，他先开这一支 Blue Label， 我喝完了，它是鼠年限量版来的，喝完了我把这个瓶子收起来。他说每年呢都有一个生肖的酒了，我的今年牛年有没有？有啊，阴上的牛年。如果你存到12支这个生肖的酒呢，他公司会送你12支。哇，我要等到12年都刮掉了咯，对不对？哦，太给利息了。
你看这样小声的笑声，也是没有笑声啊？有啊，也是不是很理想的，说说得的，小声对。哦，sorry，我先介绍酒先，哇，我眼泪都掉下来了，笑到。喝完那瓶呢，我们就喝这一瓶Yamazaki，姓关的 OK， 关给三旗啊，他说是1000多块，因为我没有喝过嘛，后来我回来查一下，诶，1000多块是18年的哦。这一支12年是600块罢了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但是很好喝，有点讲，喝不完我拿回来，发达了。然后我临走的时候，他又送我一支酒，因为他是醉了的，收過係送到一支，哇老 ，NCF 马跳，看到没有？也是限量版，洋啊，比个是。洋，哇，不怕没有酒喝。Yamazaki， 对了，Yamazaki 来，路霸改为 SOP 啊！來，哎，創一個得嚟。元宵節我又想到個地方，啊。哪里呢？我有一年在惠州啊，惠州过年的，哎呀，前不國恥，冇國恥唔聽咩嗰啲啊？也奇怪哦，三個冇錯。亞洲原來都好貴啊！老實講，全家威啦，沒有豬手是這樣的，跟你講。來，今天派什麼紅包？等一下唱首歌先。今晚你肯定醉，醉不醉咯？元宵啊，就給他醉啦。2瓶酒、3瓶酒放在這裡，你說會醉嗎？哎，看谁有送20粒星星进来，现在看有没有可以用星星吗？今晚上一次 Facebook 锁掉我的星星，他没有锁，要15000粒才可以送。谁要送15000粒哦？15粒有没有？今晚上？哎，有星星我要唱歌了，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大家。来了，有没有星星启动？哎，有没有星星进来看一下？试看可以进来吗？今天，好，是吧？我送你50颗星星，哇！掌声鼓励，会谢。第一次收到了 ，good， 好，那我唱歌了。嘴巴讲就要唱咯，对不对？来吧，耶！谢谢你啊 ，WAX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愛盡到了淡水，有味道有熱味，思前的同期相識。但又唔記佢係誰，愛傳到了淡水，係萬般嘅姊妹，自從在橋頭分手，夜夜在夢中愛相會。從前兩家相愛，愛對方愛到海岸線。發誓唔愛變心，撤退唔愛雙撇責任。Hello，
爱钻到了淡水，越喜上越心碎。求世界甜言蜜语，对不你好？夜夜都唱首梦郎归。谢谢大家星星，谢谢。今晚上一定有送红包来的。爱钻到了淡水。有一道有一回，思前迄同期相识，喂，但又唔知伊係誰？大家好，愛唱起了淡水，也愛到你眼前，發誓唔愛變心，絕對唔愛相騙責任。愛離開了淡水，哎呦風，越喜上越心碎，想起嘅甜言蜜語，夜夜都唱首夢郎歸。從前兩家相愛，謝謝，要愛到開眼前，發誓唔會變心。越喜上越鍾情，愛上到了淡水，越喜上越心碎，想起就是甜言蜜語，夜夜都唱首夢郎歸。多謝你，夜夜都唱首夢郎歸。中海中，仲要動車，望入的士咧，嚇，music 先生，喺演唱台上哦，這個新的沒有辦法，我要再調一下看。All right，晚上好，阿里妞。今晚上我真的会醉了，爽啊！你送红包给谁？手里啊，我那天送了800多块，不会心痛啦。谢谢，谢谢 Ellen 啊。有福，最近有财的有福啊 ！Joan， 怎么样送啊？先讲一下花先。前兩年忙入到來，我見好多啲泡柑啊，喺度要氣喎，啲泡柑啊，哇，做鬼泡柑咧奇怪啊！今天是元宵節是對啦，什麼是元宵節？元就是元氣，消是元氣大大的消耗，100元、50元、20元，通通沒有了，剩下只有散錢哦，5塊1塊啊，幾毛錢啊！從今晚上12點過後呢，大家都要節省 ，right or not right 啊？來 ，get 了。元宵節也是我們中國的情人節，我哪有情人節，對不對？我的孫女都笑我，哎，公公你沒有情人節。公公還有情人節咩？那麼公公有什麼節？兒童節啊？我還有兒童咩？你是兒童節嗎？那麼你什麼節？我多一個有清明節咯。去年沒有拜到我爸爸，今年我們大肆買幾條燒豬去。哎，太陽晚上好。為什麼他這個藍色一直走出來啊？我唔明白。送完毛一次揪出來喎，你叫藍色出來，你吸到幾萬元啊？攞1萬就攞1萬，攞1萬然後送鮮鮮毛，那藍蘋果來了，情人節為什麼情人節要去湖邊拋竿呢？做咩拋竿？你們攞1萬都跌到了，因為過15嘛，喺條竿啊，就開始下邊就出水啊。出水都爛，一爛
就变酸了，你嘛？谢谢你，什么星星？酸你冇個愛啦嘛。所以羅伊班每一年咧，亦到15萬嚟浪，哦，本來喺50球以上嘅，50球3上，一年嚟跑，掌聲鼓勵。係講真咧，哦，唱首歌，灌醉了，也要唱灌醉的。好，跳啦，有多少？没醉啦，佢要扮劇嘛，呢首歌啊，接過來。心好笑，淚見了，愛上飲醉，再多加添幾杯，唯獨好也唔言歸。愛將愛似甲乾醉，濃濃照見乾肚冒昧，氣焰的偏偏唔曉醉，人人都鬆鬆要上對，冇人家甘願相配，眼前啊擁醉心冇醉，再多幾杯都濕碎，愛何必夜夜假醉，笑笑為了誰？愛上醉，望出你愛上醉，加多10杯，見乾都唔前醉。我知啊，有所100粒先啊，心好笑，淚見了，愛上飲醉，再多加添幾杯。話都好呀，愛唔言歸，那愛將愛似甲乾醉，濃濃照見乾肚冒昧，氣焰的偏偏唔曉醉，人人都鬆鬆要上對，冇人家甘願相配，眼前啊擁醉心冇醉，再多幾杯都濕碎。愛何必夜夜假醉，笑笑為了誰？愛上醉，愛上醉，加多10杯，見乾都唔前醉。哇！哦 sorry 啊 ！Oh my God！ 听下，醉了出个4个字啊，洗别高辣了，就是，就很太伤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而且荧光 special。好，这个灌醉啊，那下一首歌叫做《忘不了》。到酒上一二八發，而家乜雜嘅阿爽，而飲鹹嗰邊嗰啲飲乜雜嘅，萬事俱備，只欠熱水。我有熱水，我沒有喝啤酒啊，我跟大都瑞一樣啊，大都瑞喝酒，我就來喝酒。哎呀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元宵節嘛，對不對？元宵嘛，謝彩雲，哎，彩雲，問彩雲你好嗎？今晚上有沒醉？彩雲，當年我的偶像，我聽到彩雲飛，我就想到謝彩雲，哦，想當年啊，現在彩雲想我了，哈哈，謝謝你，你有神呀！这便宜没有好货，总是有去，要按3次，它的声音才出来。是啊，我大声按一下看一下。来，罗一万 ，OK，来。
忘不了冲面汤的，忘不了。一条鱼 ，Hello， 鱼一条，是什么鱼呀？贵得不得了，2000多买一条，吃了它是否长生不老？从前1kg才几毛，送给人家吃都不要。有钱人现在到处找，吃过了才算富豪。穷人家一时吃不到，它的价钱比工钱高。原来这条珍贵的鱼叫做忘不了，吃了它忘不了。明天一早上厕所就冲掉。一条鱼，鱼一条，是什么鱼呀？贵得不得了，2000多买一条，吃了它是否长生不老？从前1kg才几毛，送给人家吃都不要。到处找，吃过了才算富豪。没有钱的只是吃不到，它的价钱比工钱高。原来这条珍贵的鱼叫做忘不了，吃了它忘不了。明天一早上厕所就冲掉。good 啊，sorry 啊，这2首不给摆在一起了。什么鬼大神的哇？是啊，跟你们讲哦，现在电话场又可以开了，吃多点就钱多多。Alan 啊，我没有时常吃啦，上2个月，做这个直播就忘不了，1个星期吃2次。你看做人做到死人无憾，忘不了2000多块哦。他们吃不完还半条叫我拿回家吃。谢谢大家。今晚上喝唱唱，很快就过1个小时了。等一下我要去抛竿。罗一万送我1箱竿，我根本都没有开得过来吃。因为老人家讲，像我这种唱歌那竿，不要去吃。为什么不要吃呢？要压塔，弯弯，你来了，弯弯。我想唱这首歌。想唱这首歌，但这首歌要吊华人了嘛？我操！我那天唱很爽，这首歌很适合我唱啊！你有钱人吗？點人我咁講啊？因為生日通常可以唱一首，說一個我今年生，祝你生日快樂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哇，元宵节你生日哦，几多人跟你庆祝？等一下12点，等一下放很多炮仗了，我跟你讲。好 ，All right， 充满一條歌這樣，基本上不會到1000人啊。我有點懷疑那個人去哪裡啊？真是拋竿。你講試試咯，好，來 ，OK 哥，啊。總結妹教法，總結妹嚟唱歌啊！教法唱歌要嚟教法，哈哈哈哈！
你终於從極愛去雕花床嘅熱太代，跑到兩年啊，聲咚咚啊，雕花嘅本兒後應該，從極愛換代，雕花要年菜，後咗南面啊持家賽，雕到茅前雕到開，開佢雕到開，從極愛來雕花，唱歌要來雕花，從極愛來唱歌。唱歌要來雕花，睇下仲有冇講啊？先生，請問要不要買瓜子啊？想買嘢，但係我老婆夾住我。小姐，明晚上我再找你吃瓜子 ，OK？ 那明晚我等你了。阿娘。總嘅愛，要攝人啊40歲，剪裁拍正雙巨妹，看得啊萬共眼會開。總嘅愛雲代，雕花的妖年菜，呀呀雕花的無盡卡，老婆來話腮春杯，總嘅愛來唱歌，唱歌要來雕花，總嘅愛來唱歌。喂，唱歌要來雕花，總嘅愛來唱歌，總嘅愛來唱歌，總嘅愛來唱歌，總嘅愛來雕花，雕花，雕，嚟教練聽我哋嘅嘢家同事，好，咩話？咩？聽人講咯，總結課係話總結課冇好課，總結課冇好課，冇好課。OK， 今晚的紅包怎麼送啊？我上次啊，每一個人電話有個8字，我送8塊錢，2個86塊錢，3個84塊錢，頂不順，你知道嗎？我本來要送30封的，變咗60，你知道嗎？我超過，今晚上我3次 ，OK。今晚上誰的電話有元宵節的 ？OK 啊，元宵節的。啊，後面電話有15的啊，15都不可以啊。電話有15的，15給你一個紅包，15塊。以我的工作人員，馬上不到3分鐘送給今晚吃乜好料 ？Jordan You， 今晚上沒有啥好料啦，元宵這些菜腳啊，人講，連初一到現在幾多那雞啊、鴨啊、豬手啊、燒肉啊、臘腸啊，我就去太子咧，巴剎找那芥菜啦，冇喎，芥菜早都舊年都賣晒，點解？芥菜10月先有噶嘛？你阿爺咩做咩10月有？你冇聽過10月芥菜起心咩？嚇？大聲啲，少大聲啲！你阿爺 ，OK， 可能呢個button short咗，呢個咧，嗱呢個唔掂啊，呢個咧，反應很慢的 ，OK， 來，楊師，這個馬景王咩嚟衝咧？叫佢求清楚。誰的電話馬上顯示出來，後面有15的 ，OK，Alex， 謝謝你啊！我今天 control 這個紅包沒有咧，8字頭當然很多啦，送到手軟啦。表姐，沒有會唱歌咯，啊！如果音餅就有爽啊，餅就咁便宜同你講啊！如果不飲啤酒啊，1000幾條一萬呀！嚟我請下啤酒歌呀，啤酒歌，三個冇錯，啤酒歌。沒有出過唱片的啦。我叫我徒弟羅一萬唱嚟過。
记得参万夜，亲将病就退，参到饭后忏悔。因有病眼前毛孔迄湿碎，空度因会反胃一个，又在阴腔埋来百几杯水，参来舌酒又退。喂，俺都爱千醉，上山鼓励。Hello， 记得参万夜，喂，忘记吹来威，吹来威啊！过日炎嘛后忏悔，唔咯，佢雙茫然還前爭氣笑吹，喂，病就原來都後貴，就為了當時愛上發威。千地人统统眼淚，其實七寶唔到冒昧。哇！你搞到係切燒八腳啊！哦，要聽啊，要算唔算啊？啊，唔知啊，第幾拜？第3拜？第4拜？唉，昂流衝過傻流湯 ，Jennifer， 輕劍流曉水 ，Tracy， 哎 ，Tracy， 有沒有送星星來的？打賞一下咯，總收啲3089289327，哇！喂，而家個好市區嘅，乜嘅市區哦？而家擺出嚟放招牌呢樣嘢，冇放招牌，嚇？嚟，點解必須追啊？點解人啊？你有超過1000呢？嘿，很多咯，哦，飲酒啦，哦，嚟。講下故仔嗬，係啦，有時講下故仔，做緊有一種人啊，有些人做壞事做了很多的，做了幾十年壞事啊，突然之間做一件好事，你知道嗎？他就變了什麼？浪子回頭金不換，所以一夜之間就變了，像我這樣咯。我以前做很多壞事的，除了好事壞事，我就什麼都會做啊！而且呢，你突然間做一件好事，很多人哇，這個人是好人來的，這個啊，服務大眾的，我不要講誰啦，宗教反屬，啱唔啱？那如果好人呢，一輩子做了好人，偶爾間做一件壞事。就好像成龍這樣叫做原形畢露，他媽的啊！他講每個男人都會做錯的事情，我們跟你一樣的 ，slap 大聲一點，是咯，哼，就，寫記上都唔知有事啊！你啊，有呀你，佢寫到可能講粗話啲你啊，哦。你講粗話啊，啊，豬頭掉人嚟掉啫。你看，這個時常用它的，啊，你掉啊，是哦，啊，那好人呢，他修行1000年了，他都被成佛了，為什麼？這樣容易成佛咩？成仙咩？酒仙啊，可以了，阿片仙可以了。啊，如果壞人呢，他一世人做壞事，有一天他就放下屠刀立地就成佛，他媽的，他就變了佛了。
到底我们要做好人，还是要做坏人而已啊？今天晚上祝福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哦，没有老婆了，赶快去找老婆；没有情人呢，赶快去湖边啊、河边啊、龙岗那边去看一下有没有人抛竿啊。有些女孩子不敢跑太远了，因为 SOP 嘛，哦，掉位就龙岗啊，行住跑了，而你夾咯，而家夾點要下天蛙嘛，沒有出嘢，對啊，你咪做朋友咯，啊。跟他做朋友好容易耶，不是講啊，特地去約會，不用的，你 video call 他，咦呀，哇，燒牙，挑皮耶，哇，不搞笑，笑，這邊的笑，兩邊都不對，馬上過來，哎呀，forget it 啦，好 ，forget it。嗱，講嘢要想元旦賭錢嘛，呢種嘢啲，嚇，一個賭錢咧，小賭怡情，大賭怡民。誒，上擺用個點錯安哥你咪冇潛到，幾多係潛到嘅？潛到嘅，哦，聰明湯噶啦，係自家扮權嘅。Taxi, pergi Genting Highland. Alphai, pergi Genting Highland. Yeah. 蜜蜂，来，谢大家红包啊！佢話個動仔呀，個動仔呀，血液冇到身家，費事嗌馬先落馬，笑到最熱情，聽下硬嘅啲説話，跟啲足發話，開心玩下啦。1969年啊，雲頂開咗間酒店，呢位大老細啦，名稱硬嘅臉，佢當然啊得到首相嘅欽點，就將酒店改為賭場大發展啊！經過多年苦心嚟改變啊，成為國際聞名嘅遊樂園啊！從此大馬賭王就係硬嘅臉，佢身家已經超過40億美元，40億美元就係硬嘅臉。佢後生已經知道要慳儉啊，勤力做工，每日只賺8角錢啊，慳食慳使仲要儲錢啊，寄翻唐山俾阿媽去買田，生活情況後來有改善，就響半山巴開間5金店啦，一見鍾情話有段姻緣，從此夫唱婦隨去面對挑戰。一定係啦，佢話個東仔呀，個東仔呀，勸你唔好賭身家，唔好賭身家，費事嗌馬先啦嘛，笑到最熱情，聽下硬嘅臉説話，一定咁快開心玩下啦。佢白手興家都會夢想實現，佢話管理之道靠眼光經驗。今時嘅雲頂係多元化集團啊，總共14000幾個工作人員。儘管係富豪一手遮天，日常生活飲食就冇乜挑選，中意清炒龍菜食鹽雞粥，仲有薑葱豆腐同福建炒麵。福建炒麵。嗱，人生雖然短短幾十年啊，不枉此生做慈善就唔會手軟。教育或醫院、殘障老人院，回歸社會係佢嘅信念。佢一生傳奇故事有本自傳，得閒睇下人生或者會改變。呢位慈善富豪值得我懷念，大家永遠敬仰嘅硬嘅臉，大家永遠敬仰嘅硬嘅臉，硬嘅臉。做咩呢首歌冇聲嘅？有啊？呢度冇聲。音樂咧，頭先嘅音樂。咦？但係你冇聲。嗯。呢度去聲。哎呀！呢個新嘅嘢真係搞嘢唔掂。喂。Wait 啊 ，sound
，hello， 對啊，要唔要笑聲？聽唔到笑聲？哇，唔係啊？有啊 ，OK， 而家放音樂啊。係啦，音樂冇聲，呢隻冇聲，呢隻啊冇聲，好細聲啦，唔係呢隻 ，no， 呢隻冇音樂。冇，咁就唔呢度嘅聲嚟噶嘛？唔係呢度嘅聲嚟嘅。Oh my god！ 仲係搞唔掂啊！我真係我哋 why 啊？係啊，冇辦法啦，暫時咁頂住先啦，嚇。OK， 就暫時咁樣頂住先。No，OK， 好啦，又要買過一隻，真係自己眼望拿到前幾粒線唔多兩錢粒，如果買過去窒嘅嘢，唉，我以為3089289327 嗰日我羅生羅平俾我500蚊。我而家買咗支酒，真係唔掂喎！你搞佢唔掂，唔好喐佢啦，算啦，裝少錢，檢嚟買厚啲。你咪買厚啲，而家送紅包，先要收，而家啲貿易裏邊係，冇別氣用啦，算啦，算。衝過來！再嚟個，用個。世界上每一隻人都會為講話，樣相遇迄種嘅人最難學講話。1 2 3 4 5，路灣在地下，你到印度人與太跑就愛亂唱，本個人的母哪人的都有話。你到個日本人嘅冚巴話，孟加利講話，佢阿茶，你到韓國唔該人係為冚沙呢度，樣都唔怕，只怕係講話，我用巴沙比加的班亞蘇沙，這裡是深夜去了，世界上每一隻人都會為講話，樣相遇迄種嘅人最亂學講話，1 2 3 4 5，係啊。咁樣，冚巴話，孟加利講話，佢阿茶，呢度韓國唔該人係揾吸沙呢度，樣都唔怕，最怕係講話，我用巴沙比加啦，banyak susah啦，tak boleh lah，怎麼了？这效果不好啊！如果再唱一些，所以人越来越少，是这样了。音响又不好啊，音乐又小声，啊，这个笑声又小声。这个美啊，这个声音啊！嗱，呢個表示 OK 喎，係咪好靚 ？Thank you very much。這首 OK 啊，有啲燒烤有100上哦。OK， 嗱 try。所以呢個聲冇入去燒烤，唔靚啊！還有15分鐘，我去拋竿了，9點就買，
很多人在送呢，朋友，1000多块罢了嘛。来，元宵节跟大家一起欢庆一下罢了。今晚上你如果这样吃亏咩？啊，哎，谁电话后面有15没有嘞？啊，一般没有玩的啊，没有15嘞。啊，来，这样怎么样？很不好听的哦，这样。哎呀，真是。直接没有啊！我记得我的 OK 的我再研究一下，没有的研究啊。Level One 这个是 Level One 去手机的 headphone mic 不可能去麦那边的，试看插在麦那边看一下。你搞的啊？没有声音吗 ？Song no song OK， 这挺毛啊，毛，这怎么唱？这根本不能唱歌的嘛，破坏我的形象的。哦，算了吧 ，Debbie 你。Baby， 哈，5656不行啦！你要给我我给你56块，后面你的电话15了，我马上给你红包。来，朋友们，谁后面15了？真的有啊？我有，不过有1的还是。不行，你给电话我再进，你给电话号码谁都可以。就是你的朋友是有15的，我都送个红包出去，很 steady 的。等你食，冇音樂喎，唔可以做啊，唔可以做啊。唔亮啊！阿爽，算了吧，去买过，明天。算了吧，去过元宵，彩云，我们过元宵，你在家里啊，家里过咯，哈哈哈，噔，是啊，好了，今晚上很轻松，给我过了一个小时，又来直播啊，烧个失败啊，今天。我原买到这个很美，你看我的烧烤，几大架，你知道吗？呵，你看一下，大是大，番薯一样，番薯大吗？番薯，跟番薯一样的。手里啊 ，How much 啊？不到200块哦，我女儿送给我的，1955可以吗？1915就可以，1915。你的声卡有什么？我的前面号码是15啊！哇，你不是俺用亚洲店重送了 XYZ， 你的前面是15 ，OK， 好，你打出你的号碼前面15的 ，OK， 你打出嚟，邊度有15嘅？可能係015，邊度有015嘅電話嘅？大佬你咪嚇我！呢個有未？你俾全個號碼你淨係寫號碼615，中間又叉，我點你叉乜鬼嚟嘅？你俾整個妹，你整個號碼給我，馬上寄我的，很快收到了，2分鐘收到。今天什麼眼睛蛇啊？今天單身。哎，谈话好了，今天讲话好了，好，没管到。今天什么眼镜啊？把是把给买的啦，送到人家。Michelle 什么 ？Michelle 哪一个 Michelle 啊？这样都 Michelle。阿庄，
今晚上我没有拍到红包，是很可惜啊！来，谢谢大家进来，感谢大家。XYZ 喜有錢01111535啊，後面後面呢 YKK 後面3個號碼你又不敢放出來，如果買1658一路唔發，誒，今日有自買咩？今天有自買沒有自買的跟你自買，就是沒有沒有自買啦。今天冇創啲光顧仔咯，係咯，有點事冇得心康氣，你知嘛？這個號碼就出來了，他引誘我01111535什麼鬼啊？哦，有咩幾教水壓啲嘅，係嘛？做個客然後講有啲事冇得心康氣啊！哎呀，廣東點點115，真的啊？011115不是你前面是15，他115嗎？給他了，給他，送爽的給他，我們給你 YKK， 我給你，沒有這個01111535 ，OK， 01111535，給他了0636，馬上給他，紅包給你啊！掌聲鼓勵，掌聲鼓勵。OK， 做個客講嘢後講，有啲事冇啲時間嘅5分鐘嘅講隻故仔啊。嚟，因為呢以前呢，有隻妹仔好靚啊，佢做得好靚，哇！因為家婆生日嘛，佢生事啊，就一轉去鄉下同家婆拜年 ，OK。喺銀岩見過一條河啫嘛，一條河咧好淺啫，唔到測2兩測4啫，嚇！喺個頸行過河，依冇橋依冇船，行過話個消化係好靚啊嘛，啱冇？電話嚟了，趕快看這個。妹5615這個，哎呦 ，My God！ 好啦，你就行上過要5點，其實薄係。就想過去，銀岩要後生仔要過河呢，如果靚仔，而家你扮係過河嘛？靚仔佢哋妹仔，個人靚嘅嘛，你啊做個靚到好似，冇問題，睇睇係有條件咯喎，喂，嗰仔扮係過河啫嘛，有咩條件？係扮係過河咧，而到去對岸呢，你就變係餓一拜。冇辦法，妹仔講，男仔後要生嘛，好啦，而扮係過去把過河嗰時，佢就變成餓一拜咯。嗱，男仔就把嘅過河，妹仔一跳上去，一哭嘅，你知道啦，係冇？後生仔把隻妹仔喎，好冧啊！兩諗住硬到而後背，硬下後生仔啫。OK 啊，要多反應啊，你話？佢捱兩係光顧仔咁靚㗎嘛？如果湯嘛，OK， 就把嘅過河，哇！一路行，唔係好淺啫，最多唔到太別嘅，啱過太別，哇！冷水河啦啫嘛，哇！一把過河先，一上岸啊，妹仔都落去啦，就睇書邊都掟啦男仔 ，OK， 靚仔嚟過嚟，如果餓咯咧。他呢男仔，你記得冇？冷水浸到啊，差唔多黑龍都熟晒你。一早眼角，妹仔唔得喎，見啦係唔得啊，唔得係照啦你嘛，再跌啦，因為前面叫啊，用力啊，要過河啊，冷水要浸到啊，樓梯仔自己熟實啊，麻煩啦，5分鐘唔得啦，sorry 啊唔得啊，sorry啊，嗰陣係再嚟照啦 ，OK 就照啦。捱實咧，照唔到3分鐘，幾樓睇就掉起來咯。而講絲毛，所以後生就罵咯，落去班。掉嘢捱掉，有啲蝕唔蝕，冇啲蝕就硬揭揭，捱實嘅。笑到冇聲。算了，
生客家佬嘅故仔啫，你莫聽，莫有的是，冇的是硬揭揭。算啦，點解要到此為止？阿爽，我對你講啊，你鹹過比鹽西啊，你今天第一百是冇鹽的，大家知道嗎？我們太平有一種咖啡叫鹹咖啡，它沒有放糖的，它放在助鹽的，喂，好喝哦。阿爽，你送2罐俾我啦，3罐啊，然後按運費啊來邊 ，OK， 掌聲鼓勵。傻地啊你！算了 ，All right， 謝謝大家進來，來，一窩的送出去來。今晚上連我的鐘 Tracy 鐘 Sherry 鐘，哎，有沒有送星星過來的？阿富 ，What Fu，Alan Fu，Michael Fu，Frankie Fu。Frankie Fu 那有空今天他的拿手机好生意，今天謝謝大家，我把東西弄好，再次進來，好，不要花大家時間，哎，大家都跑乾這樣，情人節啊，去找情人，歡樂今宵，再會。其實這些東西A歌就不錯了，哦，就是 effect 不好。米歇、莲希，哎，是你的来的，米歇是你来的，米歇，你给我红包没？没有是吧？晚安啊，来了，要花时间我们去宵夜。All right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进来。哇，这样多场失败，这样多直播进传的最失败了，排泄。哎，今年拜拜。哎，今年你别号码边来送红包没？给他，你给他是。Special 兵役 ，Special offer， 再重逢 ，Special offer， 赶快号碼 ，OK， 3個號碼好不好？3個紅包，元宵節送紅包啦，收到幾千的星星了，謝謝大家的星星，來，最後的3個號碼，我們拍相啊，謝江，趕快來，謝江號碼，哦，單身是你啊，謝江啊。哦，原來你叫單身啊！呀耶，那幾個老婆原來單身，我不相信。誰講我會找到你號碼的？你放出來，快！嚟，快者有 ，OK， 0122635322，Alex 一個，身邊是我的契仔啦，嗰啲0122635322一隻，啊。Alex 017263，誒係咯，012167316316，0122673116，第二個 ，OK， 兩個，最後一個，快啲，快，火中車到步，最後一個，啊冇錯，7180049，OK， 沒有了 ，OK， 沒有了 ，sorry 啦，再給多一個啦，哎呀，0178385758啊，575我嘅邊咪575啊，算啦，等下我先給你們 ，OK 啊，來，大家玩了，謝謝你們支持，謝謝啊，謝謝，我下次做到最好，相信我，謝謝你們支持，感恩，元宵節快樂。情人節更加快樂。